中人，我似曾相識嘅噃，究竟喺邊度見過佢嘅咧？不理似是觀音，觀音有話做蓮花襯。若是莊嚴大事，焉有運計？雲疏若是被變凡間，定有錯控。華中人似曾相識，係一位名媛佳麗，究竟喺邊度見過佢嘅咧？哎呀，我唔係喺夢中見過佢嘅。哎呀，冇錯啦，原來係我個夢中人嚟噶。似華園啊冇家，還似月容沙，企野鳳心咧經嘅茶，睇佢意態殊敏啊，待我挑燈看呢真呢他，我要看呢真呢他，看呢真呢他，佢又認下頭，試度去查，佢話發傲啊，吹廢不雅如所謂，為夫人美女斬花，是一首白花詞，還是進唐詩，是白吟，還是痴心咩話？近到分明似儼然，玄關自在若飛仙，他連得步禪宮下，不在梅邊在樓邊，此句來人參，這莫是梅和柳，有多少藤幹交架，若說沒其緣，誰道我卓若難邊，在湖山石下，緣若正前生啊，何以簽我留倩影，配得我指上啊，醉風話恨不能抱影兒，我將佢在粉牆高掛。華中人，我相信都幾難見得到佢噶啦。
我何不籌詩嚟記呢？妙絕卻天然，不是天仙即地仙。欲報蟾宮人近遠，恰比春在鬧門邊。哇！眾人啊，似對我微含笑啊，怒煞無端風起亂燈花。我叫一句話裏真，一念到佢無姓無名，聲暗。我又唔知佢叫咩名啊！唔啱就叫一聲姐姐吧咧，姐姐啊，姐姐，為是方雲能入夢，何妨半啟紗窗去夢啊！